心得哦，是啊，咱若我就安尼，有些讲就是啥呢？上上业啦。所以咱咧真正拥有不留那个人生，咱把咱真正的这些，咱共同的认真拍拼，安尼是咁好。好。啊，安尼就是讲啊对。那么呢，就是两点之间，就是嘛是做不差。那么咱这本书，首先咱对前面是昨天所以是对啊，我刚才其实什么？大众学习。感谢讲师这边钱道提供，分道提供，我们宜德的讲台，现在一个分啊15分钟吼，啊咱刚才做是中间。